许多艺人都会开创副业，像是餐饮、饰品等，大部分都选择在东区开店。以往是一级战区，但去年开始出现商圈转移的现象，即使顶着艺人光环，也不容易经营下去。像是开餐酒馆的温升豪坦言，他的餐厅楼上和楼下都正在招租，让他懂得要靠特色化经营才能生存下来。宽敞空间还有沙发座椅，搭配店内的轻音乐，昏暗灯光下品尝红酒的滋味格外有气氛。这是温升豪和朋友在东区合资开设的酒馆，才开幕半年却刚好碰到商圈转移潮。记者：东区商圈转移，就连艺人都很有感。以温升豪开设在忠孝东路4段的餐酒馆来说，隔壁店家竟然出租，而且都是空空如也的，显得东区街头格外冷清。艺人温升豪，房价过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房价一旦高，对于投资方来讲，它的营运成本就提高。它营运成本提高，一定就转嫁消费者身上。我就跟我的股东大家开会说，那与其这样，我们不如做一个我们开心的地方。我们自己能够分享喜欢美食美酒的朋友，变成是不这么以盈利为目标的店。坦言目前还是亏钱，但靠着调整心态继续经营下去。艺人开创副业喜欢从东区下手，不过这2年来，包括纳豆的烧肉店还有王阳明的饰品店都收摊退场。反而开在王阳明对街的吴怡佩，靠着评价高 CP 值的特色，饰品店经营4年依旧有声有色。在同一条街的还有吴山如的咖啡店，主打网美打卡餐厅，吸引年轻族群消费。民众以前就这边店很多，几乎每一个就是没有空下来的店，现在到处都是在出租。好像出租比例真的蛮高的，因为新闻一直在报东区没落，所以我才过来看。即便顶着明星光环，也难敌东区租金调涨和商圈转移现象。靠着特色化经营，闯出口碑，才能在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。